喺香港，每5個市民就有一個係65歲或以上長者。咁隨住年紀越大，口腔肌肉力量同埋協調功能都會出現退化，引致口齒不清同吞嚥困難。研究指出，長者只需要每日花少少時間，持續做口腔肌肉訓練去增強肌肉力量同埋協調功能，就可以減低口齒不清同患上吞嚥困難嘅風險。香港中文大學言語治療科聯同語聲社企就製作咗一系列名為5分鐘口肌健嘅短片，俾長者隨時隨地練習。我哋嘅短片會針對整體口腔肌肉、嘴唇、舌頭、下顎同發聲進行訓練，建議長者每日連續或者分開練習最少3次。咁做得越多，效果會越好。喺練習嘅時候，記得要量力而為，一有唔舒服就要停止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練習啦。伸條脷出嚟，保持住，繼續放鬆，再伸條脷出嚟，保持住，放鬆，縮條脷向後，好似圖片裏邊咁樣，保持住，放鬆，再做一次，縮條脷向後，保持住，放鬆，將條脷伸出嚟，向左右橫向移動，向左，向右，再嚟一次，向左，向右，最後一次，向左，向右。伸條脷出嚟，打圈，再嚟一次，好，繼續，最後一次，擘大個口，拳頭放喺下巴下邊鬥力，保持住，唔好閂埋個口，保持住，好，放鬆休息。好，準備再嚟一次。係啦，隻手放喺下巴下邊，保持住，休息。做第3次。好，放喺下邊，頂住，個口唔好合埋，做得好。休息。最後一次，好，好，保持住，差唔多㗎喇，做得好，放鬆。嘟起個嘴，依起拍牙，嘟起個嘴，依起拍牙，再嚟一次，嘟起個嘴，依起拍牙。鼓起泡腮，用手指督住佢，唔好漏氣喎。再嚟一次，放鬆，最後放鬆。連續講出啊、e、u 3個音。啊、e、u、啊、e、u、啊、e、u、啊、e、u。連續講出巴、打、加3個音。巴、打、加、巴、打、加、巴、打、加。巴、打、加。好啦，完成咗今次嘅練習之後，我哋建議你再練習多幾次，或者睇埋其他嘅短片。
你亦都可以掃描呢一個二維碼，下載口基健手機應用程式，入面會有更多更詳細嘅教學影片。拜拜。